基比病院实证医学甲医疗政策中心的主任，同时嘛是心脏血管内科的医师廖家德表示，心脏衰竭是一种高复发、高住院甲高死亡率的疾病。基比病院对2017年成立心脏功能强化治疗团队，并且参与美国心脏学会上新的实证临床指南计划，帮助基比心衰竭团队将经过验证的知识甲准则用伫日常生活，唔定大幅度来缩短心脏衰竭病人平均的住院的工数，而且3个月内搁再住院的几率嘛大幅度来降低。住院天数的部分，我们目前从原本将近超过10天，我们缩短到6天左右，缩短的天数将近快要50%。那么我们在3个月的在住院率，我们从33.3%，我们目前下降到9%。那至少跟在医学中心的一个平均数相比，我们都明显的好上很多。那相对的，我们这个绝对值的下降的3个月在住院率，我们也下降了24.3%的一个%。这个比例非常不容易啊，因为心脏衰竭目前有4大支柱的一个药物治疗，那包含了就是几个关于就是肾素的一个抑制剂或者异型神经的阻断剂，还有一个排糖药这样子药物的使用。那加上药物的4种的自助的药物使用底下，目前的治疗指引是建议这一类的病人越早把药开满，对于他们的预后，不论是住院天数、死亡率或者再住院率，都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所以我们遵循这样子的一个治疗指引，我们一起来看着病人的用药，然后如果有病人漏了啦，我们可能就是整个团队会互相提醒，让病人可以使用标准用药的一个比例可以增加。有了这项治疗的指引加品质改善的计划，基比病院同时也得到美国心脏学会心衰竭特优的银奖。在成果发表会中，同时嘛甲美国心脏学会来远距视讯，有了心衰竭品质认证，不但帮助医疗照护系统的提升，嘛用的和病人甲照护的团队合作，提升生活品质甲治疗的准从性。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